特區政府咧，我哋係緊密咁樣去關注衛星場佢哋結束營運咧，對新口岸區呢一區入邊社區商業營運嘅轉變所帶嚟嘅轉變嘅。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喺亦都係早排咧係同社區嘅商戶咧係保持溝通啦，了解佢哋喺轉型過程中一啲嘅訴求。咁目前嚟講，我哋喺營商環境方面做咗一啲改善嘅措施嘅，包括喺點樣去增強新口岸區同埋佢周邊嘅地區，例如皇朝區之間嗰個聯動啦。咁呢方面做咗一啲係基礎設施入邊嘅優化嘅，例如喺斑馬線上嗰個擴闊啦，令到兩區嘅人流咧係可以更加直接帶動到咧新口岸區嘅人流咧係入邊嘅呢方面嘅消費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政府咧喺呢方面聽咗商戶嘅訴求咧，喺呢方面係搞翻一啲主題嘅活動嘅，包括近期嘅國際光影節嘅活動啦，亦都係咧延伸到喺新口岸區嗰邊咧係舉辦嘅。未來咧，我哋亦都係一啲主題嘅活動咧，會係配合農曆新年嘅節慶期間啊，我哋亦都係關注翻入邊社區入邊嘅商戶佢哋嘅一啲轉型過程中嘅遇到嘅情況，透過跨部門嘅協作咧，係去推動有關嘅營商環境嘅優化嘅。